后来过来，这件是这个外号大爷的艺人周义派，日前指控乌人陈建州12年前甲性骚扰。乌人原本甲告要求赔偿1000万，尾也阁撤回，改甲告加重诽谤。再起，检方是第2届传唤乌人出庭，乌人是提早8点钟到地检署，用客话甲媒体拍招呼。第2摆来到北检，乌人陈建州还咧用客家话甲媒体小招问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状况好，状况好，好就好。你勇敢不？8月份头1摆开庭，陈建州就变甲真点，都无扣媒体翕到。过2个月，第2摆互叫转来，比嘛食甲圆滚滚，表情阁淡薄紧张。因为这摆开庭的重点是抗伫伊来个大爷周记派加重诽谤。结束点半钟的侦查庭，陈建州去媒体包围，伊嘛听卡步受访问。不方便多说什么，那因为侦查不公开嘛，那还是择日吧，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报告，再跟大家说明。谢谢大家。陈建州强调，侦查不公开，讲后摆再过来甲大家好好分享这段过程，敢若家己有满百的回馈，有口难言哈。不过大爷进前第2摆开庭找5个证人，包括好姊妹啊、家人、八同堂，拢来证明伊这几年来心理创伤，证据确实讲了无险，相当会方判刑7年，所以大爷指控应该是无错。检方阁1摆叫陈建州来说明，除了确认伊提妨害名声的讲法，卖就证人的讲法来听伊的解说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